多謝大家啊，多謝 Ovid， 係啊，唔該晒 Luke。咁咧頭先嗰個問題咧，咁我有答案嘅，咁即刻開估。係啦，喺瀕死體驗咧醫學上面嘅定義咧有5樣嚇。第一就係心臟停止跳動，即係同埋冇呼吸，係屬於死亡嘅狀態嘅。咁第二咧就係大腦活動停止，即係腦電圖咧就一條直線冇波動啦，顯示大腦咧就冇活動嘅跡象。咁第三咧就係嚴重意外之中咧，大腦長時間缺氧。第四咧就係深度昏迷或者就係植物人嘅狀態，係處於冇意識嘅狀態，亦都冇辦法同外界回應嘅。最後一個咧就係嘅定義咧就係喺重度創傷或者手術中咧意外咁短暫死亡。咁呢啲咧都可以定義為瀕死嘅狀態嚟嘅。咁所以唔係話瀕死咧仲未死，有啲真係死咗咁咧就有啲咧又唔係真係死咗又淨係冇反應啫。咁呢5類咧都可以稱得為係瀕死。咁英文咧就叫做簡稱咧就叫 NDE Near Death Experience。好，咁瀕死咧經驗咧就有乜嘢會發生咧咁我哋嘅主題都有講啦究竟有咩會發生呢？啲人如果死咗之後，或者忽然間斷咗片咁佢哋咧就有好多種唔同嘅經歷同埋咧就有好幾個研究咧我哋將佢哋嘅數據咧就統籌咗出嚟。咁我哋大致上睇一睇嘅啫因為咧實在咧今日咧好多需要同大家分享嘅嘢，就係時間得30零分鐘。咁所以而家睇睇呢個統計數據少少，咁然後我哋正式咧就進入去我哋有5個案例。咁5個案例咧都有佢共通之處嘅。咁但係共通之處之外咧，亦都有佢獨特之處。咁所以我哋咧就喺幾百個案例之中咧，就揀咗呢5個出嚟咧，同大家分享。經歷乜嘢咧？咁第一咧就係靈魂出竅啦，離開身體啦。有成好多人即係呢個瀕死體驗都有嘅，就係75至90% 嘅人都有呢個靈魂出竅。咁咧亦都有人咧就睇到自己即係喺半空中睇到自己嘅身體。同埋睇到周圍嘅環境，即係自己已經離開咗啦。仲有咧就係有啲人穿越黑暗或者穿越隧道啦。跟住有啲人睇到好光啦。仲有啲人，另外有啲人咧就睇到發光嘅靈體去迎接佢哋。即係就係耶穌或者天使。呢個咧有成70至80% 人係經歷到嘅。咁同埋咧，亦都有人咧經歷係強烈嘅平安感覺，即係好平安強烈嘅平安，即係好平安有好有愛嘅感覺，同埋好開心、好喜樂。話呢個仲高呢個嘅發生出現嘅概率就係80至90%。咁有啲人咧就會忽然間咧喺佢腦海中咧就閃過佢嘅一生。咁呢個咧原來唔係太多人嘅啫，都20到40%。咁仲有其他人同已故嘅朋友或者親人重逢啦。有啲人進入去天堂嘅美景。仲有咧經歷神同佢心靈嘅交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經歷地獄或者恐怖黑暗嘅場景。就少啲啦，少啲人經歷23到25%。不過都有1/4都唔少咁之後咧。呢啲人點解又會即係翻嚟咧死過翻生咧？咁係因為咧天使或者係耶穌叫佢哋你仲有未完成嘅使命，需要翻嚟咁所以都有60% 嘅人係被告知係需要翻嚟嘅。咁喺瀕死體驗嘅時候咧，佢哋嘅時間感咧就消失，即係話冇時間嘅，喺天堂係冇時間嘅感覺。感受到永恆
咁咧翻到嚟死過翻生之後咧，咁佢對死亡咧就唔驚嘅，80% 人都唔驚，同埋咧有90% 人咧都有改變咗嘅人生觀同埋價值觀。咁你分享第一位呢位咧就叫 Vicky 咁佢改咗名就叫 Vicky Bright， 但係咧佢本身係盲嘅咁咧佢一出世咧就係盲咗嘅女仔。咁17歲嗰陣時咧，咁佢就有一場致命嘅車禍，咁咧就進入瀕死嘅體驗啦。咁佢嘅靈魂咧出竅，咁因為佢盲啊嘛，佢從來乜嘢都冇睇過呢個世界上，咁所以咧佢係第一次係可以睇到成個世界，佢飄咗出嚟。用佢對眼可以睇到、感知到呢個世界，見到自己重傷嗰個身體，同埋嗰啲救護車，仲有醫護人員搶救嘅場景，呢啲對佢嚟講咧，即係一個非常大嘅奇蹟嚇。咁跟住咧，佢就去咗天空咁去到天堂，咁喺好柔和嘅亮光中咧，聽講話好多時咧。啲人感覺到天堂咧好光嘅，但係光得嚟咧，但係好柔和，唔刺眼嘅咁仲同有黃金嘅街道啦，同埋碧玉嘅城牆，呢啲都係聖經裏邊都有描述過嘅咁佢從來冇見過顏色噶嘛，因為佢盲嘅咁但係佢即刻咧就領悟到咧藍色嗰種寧靜金色嗰種神聖仲睇見天堂嗰啲光咧係有生命力嘅。佢聽見遠超過人類可以描述嗰啲色彩同埋好壯麗嘅景象咁佢見到耶穌，哇！耶穌點㗎？耶穌散發住純淨嘅光，充滿慈愛。佢形容耶穌同在咧，就好似佢俾啲愛包圍住，一種全然嘅安全感同埋歸屬感嗰種一種超越人間所有情感嘅神聖嘅愛。彷彿咧，所有咧都係俾呢種愛去充滿咗。咁雖然耶穌冇出聲講嘢，咁但係咧，耶穌通過心靈嘅感應咧，同佢傾偈，佢先知道耶穌對佢整個生命咧都好了解同埋好關懷。耶穌亦都俾佢睇見佢生命嘅回顧，讓佢知道佢每一次同人嘅互動、同人嘅交往都會影響到人哋嘅心靈點樣去感受而繼續咧，即係嗰個影響力咧，好似蝴蝶效應咁樣咧，就係繼續影響開去。所以咧，呢個講起嚟咧，即係好似我哋每個人去同其他人交往咁咧，咁原來係有蝴蝶效應嘅譬如我哋好嬲咁去鬧人，傷害咗人，可能呢個效應咧係非常之唔好，同埋可以傳開去。但係另一方面，如果我哋係用愛心去關懷人嘅時候，去同人交往嘅時候咧，呢個好嘅蝴蝶效應咧，亦都係會影響好大咁係啦，即係咁耶穌卒之同佢講，佢需要返到人間咁雖然佢好中意天堂，當然啦尤其是佢係盲嘅，咁去到天堂乜都睇見晒，咁返嚟佢自己嘅身體之後，佢又盲翻不過雖然佢眼盲，但係佢心靈從此唔再黑暗佢呢個瀕死嘅研究個案咧係挑戰咗科學界嘅嗰個視覺係需要依賴生理記憶嗰個科學模式咁所以咧就對科學界嚟講一個好大嘅挑戰，但係又解釋唔到啲科學家亦都解釋唔到點解一個盲嘅人可以形容到即係佢所見嘅嘢咧呢樣嘢係解釋唔到。咁跟住落嚟咧，另一個個案呢個女仔呢個女士啦而家咁佢 Tamara 咁佢咧就係一個單親家庭長大，咁佢就佢自己細個時咧覺得係因為佢有問題，所以佢爸爸媽媽係離咗婚。咁到佢越長大咧就越偏激。咁到15歲嘅時候咧，佢就
深陷喺絕望同埋自我價值嘅迷失裏邊啦嚇。咁佢認為佢係唔可愛嘅，係冇人愛佢。佢覺得生命係毫無意義。咁佢就決定咧就結束佢自己嘅生命。咁有日佢就走去佢阿媽間房咧，就攞咗把槍。咁佢決定自殺，仲要決定一槍咧就一定要死。咁喺佢即係自殺之前咧，佢就喺度大聲嗌啊，即係喺度有少少發神經咁啦嚇。咁然後收尾咧嗌得咁上下咧，佢話神啊 ，OK， 你饒恕我啦，咁就一槍就射死自己嘅子彈咧，就貫穿住個心臟。咁咧佢收尾咧就形容翻佢嗰時候咧，就係話佢感覺啲血直情係湧入去佢個肺嗰度。咁佢覺得忽然間咧，佢靈魂咧就離開咗身體，以比光速仲快嘅速度咧，一路跌落去，一路跌得好快，跌得好遠，卒之跌咗落去一個非常之黑暗、好混亂嘅地方。嗰度佢形容係一個真實嘅地獄。喺嗰度咧，佢見到周圍都好多人。佢話唔止千萬，唔止千萬甚至係有過百萬嘅人，啲人海喺度。但係呢啲人咧就唔係有個體嘅，即係冇一個實質嘅個體喺度。個個咧就囚禁喺自己嗰個位置嗰度。咁佢哋絕望咁叫撕裂咁樣痛苦同埋咧感受到焚燒嘅火焰嗰度咧完全係同上帝嘅愛咧係隔絕。咁佢話當佢一喺嗰個情況之下咧，佢又聞到硫磺火嘅味係好難聞。佢喺嗰度，佢覺得自己係忽然間知道晒佢周圍嘅每一個人以前生前所做過嘅每一件事，所想過嘅每一件事，同埋佢哋喺地獄裏邊嘅感受，完全係大家都知道。佢睇見邊個，佢就知道邊個，成個人即係好似透明嘅咁，俾佢亦知道晒佢嘅一切。佢哋喺嗰度係絕望嘅但係佢哋咧唯一一個想法就係希望唔好再有第二個人，令多個人落去地獄。因為落地獄嘅原因係因為佢哋被騙。點咩叫被騙呢？因為佢哋發現咧喺地獄嘅時候，佢哋發現耶穌基督就係嗰個救主。如果佢哋接受主耶穌基督嘅時候咧，呢個就係真理嘅。其他唔係同呢個一樣嘅講法咧，嗰啲就係即係講大話嘅。咁係魔鬼係騙啲人去唔信耶穌。咁當啲人中計被騙嘅時候咧，就會落到地獄。咁所以佢哋好希望喺世上面再冇人落去地獄，但係佢哋冇辦法，因為佢哋俾痛苦包圍，又唔可以自救，又唔可以彼此咁去互相慰問每個人都係好孤立、好孤獨咁樣籠罩喺自己嘅位嗰度。咁喺呢個咁嘅情況咁點咧？咁忽然間咧，好奇妙地，上帝佢又話睇見上帝隻手伸落嚟地獄呢度，又將佢撥咗上去。忽然間，佢由地獄去到一個光明同埋榮耀嘅地方，就係天堂。所以點解我要將佢呢個例子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因為佢去過地獄，跟住去咗天堂。咁原來地獄又係真嘅，天堂又係真嘅。佢喺天堂裏邊冇辦法形容嘅平安、愛同埋喜樂，喺地上邊係從來冇得經歷過嘅。耶穌喺佢面前，對佢冇責怪佢，完全嘅慈愛同埋接納佢。但係耶穌講俾你聽，你有未完成嘅使命，然後佢需要翻去佢嘅身體裏邊，佢翻去個身體，然後被救。咁原來咧佢嘅子彈咧，收尾人哋講咩？佢子彈咧，距離佢嘅心臟咧係唔夠1/4寸咁多。差少少佢就真係佢嘅心臟就會爆噶啦。咁佢到而家咧就活出佢嘅新生命，到世界各地咧分享佢嘅見證，去講耶穌基督嘅愛同埋救恩。但係地獄係真嘅，
耶穌嘅救恩更加偉大啊！喺絕望嘅深淵裏邊咧啊，記住呼求神啊，就可以啊得救嘅希望啊！當然咧就唔好等到最問嘅時候啦嚇啊，最好就一早信咗佢啦啊！咁咧呢個就係佢嘅見證。咁跟住落嚟呢個咧第三個見證啦啊，就係呢個牧師啊。呢個牧師叫做 Dan Piper 啊，咁咧佢就寫咗本書叫做90分鐘天堂嘅經歷嚇。咁佢講咩嘅咧？原來咧佢喺1989年咧有一場車禍咧，就俾個大卡車碌過，咁啊架車咧就搞成咁啦啊！咁然後咧佢就即刻死咗。咁咧佢自己唔知自己死咗，因為佢忽然間發現自己係天堂。咁咧，哇！佢忽然間覺得充滿平安喜樂，喺嗰個咧，佢覺得啊，返到屋企一樣，一個完完全全啊好安全嘅地方，冇痛苦、冇憂慮嘅家啊！佢從來冇感覺到即係經歷過咁多嘅愛同埋受接納。佢見到咩咧？佢見到一大班嘅人向佢行過去，嗰班人好開心。嗰班人係邊啲人？原來佢以前識得嘅親朋戚友係早過佢已經去咗世嘅人啊，包括好多親戚啦，好多朋友啦，好多信主信得好好人啦。雖然佢哋有啲人係浸死嘅，佢有朋友浸死，有個撞車死佢有個親戚有個阿公定太公咧係心臟病死嘅啊。但係佢天堂見到呢啲人個個都好開心、好喜樂、好健康。以前嗰啲種種嘅痛苦嗰啲悲劇一抹而空，完全係冇晒問題有一個人咧係非提不可嘅，我想指出就係佢見到佢嘅阿嫲，佢阿嫲咧係一個在生嘅時候咧一個印第安人，係一個細粒同埋有骨質疏鬆症嘅老女人佢形容佢係即係佢嘅係寒背到咧，好似即係駝背咁噶啦，即係嗰啲骨質疏鬆。咁佢就話滿面皺紋，同埋佢係冇牙嘅，冇真牙，係有假牙。咁而家喺天堂佢見到佢嘅阿嫲咧，哇！面上咧係溫柔嘅笑容，好靚佢嘅樣咧再冇皺紋，唔再衰老，好年輕企得好直。同埋好健康充滿咗光輝好燦爛咁原來咧喺天堂上邊咧真係係人類聽講話咁好多個見證都講喺天上邊見到嘅親戚朋友咧，個個都係最佳狀態感謝神咁我喺呢件事對我嚟講咧，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俾我，因為我媽咪佢舊年過咗身返到天家99歲幾咁我睇到呢段嘅時候咧即係我再重溫呢一段嘅時候咧，我係好大安慰我深信我媽咪咧喺天堂咧係冇眼淚，佢只有歡欣，佢冇病痛，只有健康，佢帶住年輕貌美嘅笑容咧喺嗰度喜樂無憂佢同嗰啲信咗耶穌返咗天家啲親友咧再重遇包括我阿婆啦，即係佢阿媽啦包括我爸爸，即係佢老公啦包括我四哥啦，即係佢個仔啦，甚至我同太太喺2012年有個胎死腹中嘅仔啦佢哋都會喺天上面重聚一起快樂到永遠好得無比咁呢個係我最大嘅安慰我都知道咧我同媽咪係一個好幸福嘅兩母子，因為我哋都信咗耶穌將來我哋一定可以喺天堂咧就永永遠遠咁快樂一齊我為呢樣嘢咧係衷心感謝神。咁所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一首歌如果你識唱嘅話咧，同我一齊唱不過你唔使開咪我哋一齊分享呢首歌耶和華是愛。
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神為我擺設豐足的恩惠，在危難也不會變。在世間主恩與共，他的愛存在常無盡。神為我施恩惠，保守勉勵，共同度此世。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裏，在危難也不會變。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耶和華是愛，讓我安身青草溪水邊，無限滿足快樂湧於心裏，在危難也不會變。好啦，我哋咧繼續分享我哋嘅下一個個案吓。下一位咧就係呢一位啦。呢位叫 Mary 嘅女士。咁咧佢係一位骨科嘅外科醫生。咁喺佢嘅因為理性同埋科學嘅訓練底下咧，佢原本對靈性嘅問題咧係有保留嘅態度嘅，即係唔信啦。老實講咁但係咧經過呢一次瀕死體驗咧，佢係完全對生命、死亡同埋永恆嘅睇法係改變晒。咁佢係有一次咧就參加咗一個智利一個獨木舟嘅旅行，同佢嘅丈夫啦，同埋佢其他啲好朋友。咁喺個急流裏邊咧，佢哋好似呢幅圖畫咁啦。咁我哋獨木舟，咁點知咧？因為佢要避開另一個唔係好識爬獨木舟嘅女士咧，佢就撐咗去中間嗰度。咁嗰個急流咧就垂直跌咗嗰個瀑布咁樣垂直咗落去咧。咁嗰度有啲岩石，佢就卡咗喺啲岩石嗰度。咁嗰個獨木舟咧就打洞，垂直打洞。
咁咧佢就有15至20分鐘咧喺嗰度冇辦法呼吸。喺醫學上嚟講咧，係呢個窒息死亡咧已經係證實咗噶啦。咁但係咧佢經歷咗嗰次瀕死嘅旅程咁佢咧就收尾佢講翻係佢呢出咗呢本書叫做 Heaven to Heaven and Back。咁佢講咩咧？咁佢當個獨木舟咧落到嗰個瀑布咧，喺困住喺嗰個啲石嗰度咧，佢開頭咧就係想搏命咁掙扎希望可以甩到身。咁但係佢冇辦法甩身，因為水流太急佢出唔到嚟但係出唔到嚟之餘咧佢就俾水沖咗佢一半嘅身出嚟，變咗佢兩對佢嘅膝頭哥咧就折斷咗，向前折斷啦。咁然後掛咗喺個獨木舟度，又出唔到嚟。咁佢嘅肺咧就一路俾啲水沖入去咧，就喺度係咁積水冇辦法但係咧令人意外嘅就係咧，佢係冇感覺到驚慌或者絕望，佢反而咧俾一種深沉嘅平靜同埋接受嘅完全籠罩佢形容自己感受到咧係徹底嘅安寧冇恐懼冇焦慮冇感到身上嘅痛苦呢樣嘢真係好奇怪佢覺得好似有隻無形嘅手好溫柔咁將佢包圍住俾佢帶咗一種無比嘅安慰、無比嘅安全感同埋寧靜。佢知道自己喺度死緊，但係咧佢係心裏邊係冇悲傷嘅。佢只有一隻嘢，有乜嘢咧？就係一個深深嘅信任。佢相信一切都係按住一個好嘅方向去發生呢件事。咁跟住佢又覺得佢嘅靈魂開始同身體離開，靈魂出竅啦。咁佢又體驗到乜嘢咧？佢體驗到難以形容嘅自由同一種愛嘅感覺，遠遠咁超過佢喺人世上面經歷嘅一切。佢冇喺情緒上有掙扎，然而咧佢係一個好喜悅同埋好感恩同埋好順從咁接受呢個過程。感覺到自己咧好溫柔咁咧，被帶領到呢個真正屬於自己嘅世界。咁佢發現咧，自己俾一群發光嘅天使咧去迎接佢，圍住佢。咁一路帶佢去天堂嘅道路。嗰個嘅環境咧係極其嘅真實。佢話比世界上任何一切都真實。其實呢個真實嘅經歷咧係好多瀕死經驗嘅人咧都係感覺到嘅。有時啲人喺世界上可以好似發緊夢咁烏下烏下，但係咧佢哋喺瀕死體驗裏邊咧，佢哋感覺到真實過喺現實世界好多嘅。佢嗰度嘅色彩聲音感覺都遠遠超過人類所能體驗到。咁但係咧最終啲天使同佢行咗去到天堂，亦都講俾佢聽係佢需要翻嚟因為佢更有任務要做，唔可以留低。咁所以咧，我點解要介紹佢呢個個案咧？因為佢呢個個案咧係讓我哋知道，就算係一個我哋人睇嚟一個咁慘嘅一個情況底下，佢掛住喺嗰度斷咗兩個膝頭哥，俾啲水沖到窒息而死。我哋如果唔知道佢講翻出嚟，我哋以為佢死得好慘，但係佢一啲都唔慘仲好平安添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又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試過食物中毒喺飛機度咧差啲死咗。咁我當時咧我起身講俾啲空中小姐聽，我開始聽唔到嘢因為我之前已經講俾你聽我唔舒服。咁但係咧就咁佢哋就開始緊張行過嚟，咁然後咧我就開始講唔到嘢。但係我心裏邊好平安好平靜即係其實係正如聖經講，神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穌基督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章7節。我真係經歷到喺死亡面前，竟然係可以咁平安、咁平靜。我心裏面想，如果我而家返天家，
即係我覺得係 OK。我雖然我有屋企人喺世上，但係我深信神係會照顧佢哋啊，所以我覺得係非常之平安，非常之平靜啊。咁所以即係同大家都分享下呢個啊，原來面對死亡一個基督徒靠住主耶穌係可以咁平安，可以咁喜樂啊，咁平靜。咁最後一個個案咧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呢位小朋友啊，我諗大家都好多人都熟悉呢個個案。咁呢個 Carlton 呢個小朋友咧就美國嘅男仔啦，差唔多4歲嗰年咧，咁佢就因為闌尾炎破裂咧嚇，闌尾應該係喺個盲腸附近啊，咁闌尾破裂咧就急症送咗醫院去搶救，咁咧搶救嘅時候咧，佢嘅就又係靈魂出竅啦，咁佢就忽然間就被帶到去天堂嚇，一個佢形容話喺個光同埋愛交織嘅地方啊。咁收尾佢死過翻生嚇，同講俾佢爸爸媽媽聽啊，佢見過嘅嘢喺天堂。咁佢爸爸係一個牧師啊，咁同佢交流咗好耐之後咧，咁卒之寫咗呢本書啊，叫做《Heaven is for Real》，中文有中文版叫做《真的有天堂》。咁當年咧，我喺香港本嚟諗住想買一本中文版嘅90分鐘在天堂嗰本書咧，頭先嗰個牧師嗰本，想買中文版喺香港旅遊嘅時候，點知冇貨。咁嗰個書攤嘅就介紹我，佢話呢本好啊，呢本好暢銷啊咁我買咗。咁我睇入邊啲內容，我心諗OK，因為我喺美國啱啱我有個好好嘅弟兄咧，咁佢個女咧就做咗手術，好細個嘅啫，一兩歲到。咁嗰位弟兄咧就好擔心佢個女唔知有冇即係有冇事啦嚇。咁我就買咗呢本書，諗住咧翻到嚟美國咧，如果佢個女有咩事咧，我就送呢本書俾佢。點知佢個女咧，感謝神嚇，佢個女冇事，好翻晒。咁跟住嗰年咧，我個太太就懷孕，就然後咧我哋有個 BB 就7個月大喺個肚裏邊咧，就胎死腹中係我哋個仔嚟嘅嚇。咁咧我先至知道原來呢本書係神預備咗俾我睇，唔係俾嘅弟兄睇。咁點解係俾我睇咧？因為呢本書入邊咧係好奇妙嘅。呢位小朋友寇頓小朋友咧，佢見到耶穌，佢亦都見到好多佢未見過嘅大人親戚啲咁嘅，包括佢爸爸嘅阿爺，即係佢太爺啦。仲有一個佢從嚟未見過嘅姐姐。呢個姐姐咧一見到佢咧，就走去攬住佢就係話即係一直喺度等緊佢哋。咁原來呢個姐姐咧就係佢媽咪胎死腹中嘅小生命不過咧就細到咧就係連佢爸爸媽媽都唔知呢個小生命咧係男定女嘅，咁所以冇幫佢改名，所以佢喺天堂呢個姐姐咧係暫時係冇名嘅。佢話等佢爸爸媽媽第時百年歸老之後去到天堂先幫佢改咁話咁呢個寇頓呢個小朋友翻到嚟你世界上講俾佢爸爸講佢媽媽聽，佢問佢媽媽我有個家姐喺天上邊佢話係你嘅胎入喺你嘅肚入邊死咗嘅。佢阿媽好震驚，因為佢爸爸媽媽從來都冇講過俾呢個仔聽有件咁嘅事，佢哋只係自己傷心。但係當知道呢件事，佢哋個女喺天上邊係被父神收養咗之後咧，佢哋好感謝神，好安慰佢哋仲講笑，睇下邊個第二時早啲返天家嘅時候咧，就可以爭住幫個女改名咁收尾神亦都再次多個仔俾佢哋咁佢哋咧即係包括天上邊呢個女咧，佢哋有2個女2個仔咁神亦都好恩待我。我包括喺天上邊我呢個胎死腹中嘅仔咧，我都係有2個女2個仔感謝神咁Carlton 咧呢個小朋友咧，唔單止見到佢呢個家姐，仲見到主耶穌基督。佢話主耶穌基督係一個愛嘅化身佢
佢點形容咧？佢話耶穌有明亮嘅眼睛，潔白嘅，着住潔白嘅袍，佢嘅笑容好溫柔，彷彿可以融化一切嘅恐懼。耶穌咧抱起 Carlton，用佢嘅愛同埋佢嘅光嚟包圍佢，等佢深深咁安慰佢。佢覺得自己深深被理解，被無條件咁樣愛。不過卒之耶穌亦都講俾佢聽，因為Carlton 嘅爸爸祈咗個禱，需要佢個仔，咁所以主耶穌基督話叫佢翻去呢個地上面。咁所以咧，佢翻到嚟一路以嚟咧都見證佢喺天堂嘅經歷。咁甚至咧，除咗本書之外咧，佢仲被拍攝咗一個電影嘅。咁係啦。咁呢個就係呢個佢嘅見證。咁今日咧就想分享咧就係呢5個見證。咁另外一個咧冇拉更嘅，就係呢位仁兄Steve Jobs。呢個咧就係蘋果電腦嘅創辦人。咁佢56歲就因為胰腺癌咧就死咗。咁佢喺醫院嗰度咧就講咗最後嘅一段說話，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講乜嘢。佢話：我喺商業世界咧達到咗成功嘅巔峰，喺別人嘅眼嚟睇，我嘅生活就係成功嘅縮影。但係除咗工作，我冇乜嘢快樂。最後財富只係我習以為常嘅生活嘅現實。佢話喺而家，即係佢喺醫院等死嘅時候，佢喺病床上邊回憶佢嘅一生。佢話：我意識到所有人對佢嘅認可，即係讚賞啦，同埋佢自己覺得非常自豪嘅財富，喺即將嚟到嘅死亡面前，係變得蒼白，變得毫無意義。蒼白，毫無意義。佢話：你可以請人幫你做任何嘢，但係你唔可以請人幫你承擔你嘅疾病。你可以失去啲物件可以揾翻，但係生命你唔可以再揾翻。佢係當一個人進入手術室嘅階段，亦都發現隨住時間嘅推移，佢哋亦都將會面臨死亡嘅一日。佢即係提議大家即係用佢自己嚟借鑑要真愛你嘅家人，真愛你嘅配偶，真愛你嘅朋友，善待你自己，珍惜別人。佢呢個咁嘅卒之臨死之前嘅睇法咧，其實係主耶穌基督教導好多瀕死體驗嘅人，點解翻嚟呢個世界咧？死咗上天堂，仲有嘢要做咧？佢同佢哋講：你要翻到嚟呢個世界去愛，去寬恕。咁有人問耶穌：咁我做完愛同埋寬恕呢啲咁嘅責任之外，咁跟住做乜嘢啊？咁耶穌話：冇噶啦，你喺翻呢個世界上邊，你就係需要去愛，需要去寬恕。咁所以即係我希望我哋信咗主嘅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哋認識更多耶穌，認識更多天堂嘅時候，我哋可以為天堂而活，活好我哋嘅下半生，去愛我哋身邊嘅人，去愛我哋認識嘅人、未識嘅人、未認識嘅人，去寬恕，去學習寬恕。同埋各位朋友，如果你聽完之後，我希望你對天堂呢個話題你瀕死經歷見到天堂呢個話題多啲認識，希望引起呢個興趣，希望你可以上網去尋找或者買書嚟睇，我都有成棟書喺度睇。咁我發現喺網上仲有更多嘅資訊可以研究呢件事。如果呢個天堂係真嘅話，呢個係最重要嘅事。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同最親愛嘅
家人啊，同埋你嘅朋友、好朋友可以永遠快樂健康相聚呢，我真係懇請大家考慮下，合府統請信耶穌。好，我而家將呢個時間